哦，人家谁发？爸，谁来了？爸。你们中国加油个，我分家不比，你叫呢？人家没啦，还是木鸡啊，是木鸡啊。哦，木鸡讲了这是。哎呀，木鸡讲了这一样的嘛。这猪脚的哥，猪下了不？猪啊！这给你收了，这收的吗？收的嘛。哎，你洗洗澡回来给我啊。哦，那嘛，哦，那不就几过来嘛？哦，你放头抓，你这个鸡毛。那真的？你看，你没看呀？是炸条的，像你锅烧的米锅啊，那不是经常来呢？啊？这也没到，哦，你还喽？哦，你山羊人，看那山羊哈，搞冰淇淋哎。啊，这么厉害。佢多大門前度咯。哦，我这边，那走到这里了。有脚呀！这里啊，来，这个有毛，这个你搞这个动的好不？咱这啊。加油噻！加油！哎，你看这个包了，哦，哦，收来，收来，扣多，啊，收啊！